光照伫黑暗，黑暗无接纳伊。就听先知以赛亚讲的话，行伫黑暗中的百姓有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因。恁的上帝讲，着安慰我的百姓，着对耶路撒冷讲好话，搁报因知，因的征战已经到尽，伊的罪已经得赦免。耶和华的手有施大阮伫因的罪的顶面，就听伫旷野有新的声在话讲，就避办耶和华的路，伫沙漠地的所在，修平恁的上帝的大路。
就请先知以利比所讲确实的话，也我讲，我知我为恁安排的计划是美好的，毋是降灾的计划，要互恁有充满应允甲愿望的前途。
出对路加福音，咱来听这个记载。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到伫加利利的一个城，叫拿撒勒，就分一位在色女，名叫玛利亚。天使对伊讲：得到大恩的人啊，平安主甲你伫地。玛利亚对天使讲的话非常无影，也思想这个请安是啥物意思。总是天使甲伊安慰讲：玛利亚，无得惊吓，因为你有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你得要怀孕生一个囝，你就甲伊号名叫耶稣，因为要将伊的百姓对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请听这段出对圣经充满鼓舞的宣告。看，
黑暗大满全地，极大阴影藏伫世间人的顶面，总是启明星要对恁显现，伊的阳光要照伫恁中间，万国拢要来就近即个大光，地上的王拢要来就近伊的灿烂真光。这就是迄位已经应允的耶稣出世的背景。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定着要嫁予约瑟，总是还未娶过门的时，伊已经对圣神得着信任。因为约瑟是一位义人，毋爱将这事公开，互玛利亚递到见笑，就暗算要暗妈妈去废亲。总是当伊在想的时，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貌中出现讲。代笔的予的约瑟啊，无得惊，就娶玛利亚做你的某，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来的，伊要生一个囝，你就叫伊的名做耶稣，因为伊要拯救伊的百姓，脱出因的罪恶。一切这的事拢正
是要应验祝托先知所讲的，有一位在息女要怀孕生囝，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伫咧。
当咱对先知以赛亚得到这个话，遐个上山报好消息的人的脚趾是偌尔水啊！遐个传扬和平、报福气的好消息的，对锡安讲：恁的上帝作王，恁就出欢喜的声，齐声唱歌，因为上帝已经救赎咱，但全地要看到我主上帝的拯救。路加对咱讲起耶稣降生的时，发生伫伊身边真奇异的事。离伯利恒无偌远的所在，有各样的点伫旷野，面是长见看顾因的羊群。忽然有天使出现伫因身边，因真惊吓。天使对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今仔日伫大伯的城有一个囝为恁出世，伊是恁久久咧等候的救世主。恁要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困伫马槽里。忽然有大阵天兵甲迄位天使三角乌罗上帝讲：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归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遐个天使离开因转去天顶的时，各样的三角讲：当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报咱所在的。
请来思想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情景。耶稣出世伫犹太地以后，有东方的博士来要找这位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婴儿，因为因有看见伊的星出现伫暗暝。因是语言方面的学者，因真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记号。因就真欢喜军队迄粒光明灿烂的星辰，一直到伊停伫圣婴儿所踮的所在，因就入去厝内，看见细汉婴儿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谦卑跪落，拍拜伫伊面前，佮用深沉甲虔诚的心，对圣婴献出因宝贝的礼物，就是黄金、乳香甲物药。上重要的就是献出因充满尊重甲赞美的心。请听耶和华所讲的话，我要互恁成做万古的真光，我的拯救就会透到地极，就起来发光，因为恁的真光已经降临，阳光灯已经照伫恁身上，因为恁捌行伫黑暗中，总是等恁要行伫主的真光内面，恁是世间的光。 就互恁的光照伫逐人的面前，搁通显出天父上帝的阳光。就我亲像真光的囝儿，